湯家驊議員，主席，我非常之認同咧，就公民黨嘅郭榮鏗議員咧喺呢個時候提出呢個實踐一國兩制嘅動議。主席，原本呢個動議咧就根據我哋嘅安排咧，就應該喺政制表決政制改革表決之前咧，我哋就喺呢個會議廳度係辯論嘅。咁可惜，因為即係呢個財政預算案嘅拉布咧，就令到呢個動議咧係要喺表決之後。主席，如果呢個動議喺表決之前我哋討論咧，我唔知道對於表決嘅結果有幾大影響，但係最低限度大家可能對於即係一國兩制嘅重點咧，可能會更加掌握。咁有啲人就話，咁表決咗之後或者否決咗之後，我哋而家討論呢個問題係咪賊過輕兵咧？主席，我係絕不認同嘅。其實我哋今次嘅政制改革嘅失敗，正正就係在於北京同埋香港人對於一國兩制、對於基本法嘅了解同埋期望係有相當大嘅差距，亦都係因為咁樣，所以大家對於第45條裏邊所講嘅選舉嘅條件、普選嘅條件同埋辦法係有一個即係無可修補嘅一個差距。主席，我哋應該正視呢個問題。若果我哋唔正視呢個問題嘅話咧，就算聽日重啟五部曲，如果大家都係持有現有嘅意見，對基本法一國兩制嘅期望係有異嘅話咧，我相信重啟五部曲之後個結果都會係同今天一樣，政制係停滯不前。主席，一國兩制，我哋必須要認清楚佢個本質，就係回歸嘅一種妥協嚟嘅。好簡單，回歸係可以一國一制嘅。咁點解要一國兩制咧？我相信呢個大家都需要即係反思一下。而基本法主席係一個憲制性嘅文件，主席好多我相信國際嘅憲法嘅學者都會公認，其實憲法係一種國家同人民嘅契約。從呢個角度睇咧，基本法咧就係落實一國兩制嘅一個契約。意思即係話雙方都要根據呢個契約咧去行事，大家都唔應該作出一啲違反契約嘅行為。咁當然啦，如果係大家都認同呢個説話嘅時候，就唔可以話我可以違反，你唔可以違反。即係如果大家用咁嘅思路去處理問題，特別係政改嘅問題咧，我哋係永遠冇法子咧係達到共識嘅。咁所以大家都要撫心自問，喺過去呢個政改嘅期間，自己有冇違反基本法？主席，另一點我想講嘅咧就係近期咧有人話基本法冇用嘅，撕咗佢、燒咗佢，或者我要由頭寫過。咁有啲人嘅論據好得意啊，佢話基本法寫嘅時候我都未出世，我又冇參與，唔關我事，所以我要由頭寫過佢。嗱，主席，我覺得呢啲態度咧係相當值得商榷。我哋其實有好多法例，當你制定嘅時候，我哋都未出世，主席，你可能你都未出世，亦都冇參與，係咪就等於我哋唔需要認同呢啲法例咧？我諗個答案顯而易見嘅就唔係啦。咁所以呢個法例要改咧，其實你首先就話點解要改？因為啲法例不符合公義。咁但係其實係咪符合公義咧？其實好大爭議性嘅。我舉一個例子，就喺民事訴訟裏邊咧，傷人案咧，你必須喺3年之內咧提出訴訟。但係有時咧，你根本都唔知道你係接受到傷害，咁所以3年之內咧，其實提出唔到訴訟，因而咧係得到唔到賠償，咁啊好唔符合公義啦，係咪？但係你從另一個角度睇，其實呢個法例係保障嗰個被告，佢要好好處理佢自己嘅法律責任。如果你話隔咗3、5年之後，或者5、7年，或者10幾年之後再揾佢嘅時候，其實對佢都係有種唔公平。咁所以你講每一個法例係存有不公平嘅地方嘅時候咧，你都要諗下雙方面嘅睇法。第二點我必須要提出嘅咧，就係話有人話基本法係不符合公義嘅，但係我就會問，究竟邊一條你認為係不符合公義？主席嘅基本法第1章、第2章、第3章都係確保香港
係有兩制之下咧係可以發展嘅，保障咗我哋嘅人權、司法呢個獨立，保障咗我哋嘅言論自由。我諗呢啲嘢我哋係唔可以抹殺佢嘅。其實就算你睇翻第45條咧，我都唔覺得佢係特別不符合公義嘅，主席。點解咧？因為我自己提出過一個政改嘅方案係符合基本法第45條嘅，但係同時間都得到國際嘅憲法嘅專家係認同可以接受。咁即係話其實45條咧係可以喺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嘅環境之下咧，係容許香港係有普選嘅。普選同基本法係冇矛盾嘅。咁其實咁點解我哋要挑起矛盾去處理呢個問題咧？另一點我必須要講咧，主席，就係話其實大家認為不公義嘅地方就唔係個條文點樣寫，而係雙方對個條文嘅傳譯同埋落實嘅行為係令到對方感到不滿。咁所以我哋要改嘅就唔係基本法嘅條文，唔係一國兩制嘅根本嘅精神。要改嘅係我哋大家對於呢個條文或者呢個一國兩制呢個基本嘅概念嘅睇法，點解會係唔一致呢？甚至點解會有強烈嘅矛盾，造成一啲對立嘅現象呢？主席，呢啲就係我哋需要針對嘅問題。咁所以我希望咧，香港咧係有一個時間，有一個喘息嘅機會，喺否決咗之後，我哋大家去面對呢個問題。呢個亦都係點解主席我成立咗呢個民主思路嘅原因，就係希望就住呢個主要問題咧，係向社會度咧係收納意見，同埋提供我哋一個睇法，希望藉此咧係消除對於基本法唔同嘅期望嘅管理，令到我哋咧係有條件喺下一次咧係可以爭取到真正嘅普選。多謝主席。